欢迎来到恩感心灵。今天的主题是含蓄与保守，羞耻与愧疚，使潜能不再是泥沼。现实与理想，人命与命定，心照不宣，命该如此，有理者使命。不说出，人却知道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见影生子，看一个影子，绘声绘影，生成一个人与其故事。见人只说三分话，先说先亡，留心顺口言，扭曲传言多。华人对神秘性事物兴趣极大，保留实力，暗藏机关，保守之价值取向，保守古道命定，开创、开明、开展、开发，由心，老干心智更茂盛。含蓄，民族性文化行为，终止态度作风，看作涵养。含蓄表达，东方人害臊、羞答答、羞涩、羞愧、羞耻、罪疚感；西方人代替世人羞愤自罚、愧疚感；日本人武士精神，正常羞耻感提供谨慎、自守、自省力；正常罪疚感激起攻 K 己身的战斗力。前者连于团气与灵性塑造，后者有关航道得胜活力。理想境界，主观、客观并行，融合。静悦有时 vs 欢庆有时，将心比心 vs 依循规则，意在不言 vs 明确表述，心安理得 vs 理直气壮，静观心得 vs 考察探究，默想反省 vs 商讨辩论，安贫乐道 vs 幸福快乐，愉悦窃喜 vs 兴奋喧哗。说明羞耻心同时发生在感性与理性里。一件善功包括是与情两面，例如努力的动机可包括做无愧的工人与讨神喜悦两方面。人的含蓄、体贴、周到待人，为要注意清正，加上贴切、周全筹划，付诸实行，不偏不倚，并活泼有力持续到完成。理想终归理想的原因，罪行影响下的羞耻感，天良功能扭曲，态度作为不合宜，关系性瞎猜，情绪闷烧锅，疑神疑鬼，欺人忧天。华人文化是封藏心意，心理倾向，失准 concealment。 健康羞耻心使人敏锐觉察对方心理变化，做出灵敏合适的回应。过度或不足的敏感会导致关系紧张或疏离。若是罪疚感、羞耻感变形，骄傲会变模糊。彼得发现自己不认主后，不是认错道歉，而是立即痛哭。罪疚感、羞耻感。神的旨意是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的。神的意念是更高、赐平安的意念。主的慈爱会保守人的心怀意念，而挫折、受伤使人降低恩赐能力。保守 conservative 比较是指守成前功，守住立场观点。羞 shyness 与显 open， 两种不同心理机制，而不是对立两极。谦卑、温柔与性格中羞怯程度有关，避免禁忌性态度设立的围墙，并非病态的自残，而是体认到自己的不足与有限。谦卑在华人不同领域常用的环有谦求、谦和、谦逊、谦让、谦恭等。与理想人格、君子相关西方常用的表述 humble 外，还有 modesty、kindness、sober、gentleness、softness、submissionness， 只是西方人体认会用的人不多。感悟，东西文化在情感层面上少有交集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如何寻得东西二文化灵性上的突破点与平衡点，互补而不是相斥。想必这篇大纲式短文，作者很深的体会与认识，能帮助我们脱下层层感性文化的包袱，贯穿苦闷与纠结，也能提供西方文明更美融通与和解之道。
想，主的恩典，不管在早晨还是在黄昏里，主提醒我，他在我。不要闪过是路，都有道理。不小心会跌倒，他伸手不及。太仔细会中招，除非心去归我。感谢经的成长，甚至是主是怜悯，凡事接触主，每次感谢他。早来10年，主的作为，如果要消失，还是在越细微，恩典够用，的保守我。无顺利过失做的，主爱不变，不专心为迷途，他不完结我，太自作愿顽固，主用爱感化我。感谢天更温柔，甚至是主多宽容，凡事皆望主应恩厚他。主的真理，无论于失落，还是所有成就，荣耀都在对我，不卑微过做领导。但愿定住，不留心为作秀，他听心欢照，爱当有会退缩，出生感动我。感谢天很坚强，甚至是主显神迹，凡事皆望主成全。